继续来看韩国瑜，昨时回到高雄，替第8选区的立委参选人陈丽娜来徛台。韩国瑜讲，国民党伫高雄提名的8席的立委，若是全雷打总调，一定会轰动全台湾，嘛会轰动全世界。包括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义、台中市的政治长吴志强，还有连胜文、谢龙介等人，拢接力就台。最后的红底戏，韩国瑜到场，创造大团结的气势。 韩国瑜动算，陈丽娜动算。全场的支持者大话动算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到高雄替第8选区立委参选人陈丽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徛台，现场有超过3000人。叫你在地来出来做立法委员好不好？如果高雄8席国民党提的立法委员全部全垒打，我跟各位小港前镇基金的乡亲报告。 我们会轰动全台湾，我们也会轰动全世界。包括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、前台中市长吴志强、连胜文、谢龙介等人拢来到现场，上台替陈丽娜拼场。韩国瑜当时嘛讲，家己离开高雄45天，有深深的感受。各位父老兄弟，整个台湾真正大家拢感觉这不准，一口气吐不出去。 不晓得为什么变这样子。伊嘛敲说民进党，选举到了怎么办？欺骗，告诉台湾人，大家都来投资，民进党哇高，投资了7000亿，一查零。嘛讲一寡家己的政绩，选战已经到最后啊，韩国瑜过来走行程，回归高雄，毕竟选战已经进入最后6礼拜，来把握时间，争取选民的认同。